大家好，今日由我介紹呢一個位於泰國火車站上蓋嘅一個單位，一個一人單位，實用面積164尺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業主提供冷氣機同埋抽氣扇，呢度有一個開放式嘅，可以算係可以放煮食爐啊、洗面啊咁樣。景觀非常之開揚，一個高層建築。睇下洗手間、熱水器，可以企住沖涼嘅抽氣扇，仲有個透氣窗。咁呢個呢係一個綠表單位，164尺實用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，可以聯絡我哋世紀21以前地產啦。唔該晒。